請會眾坐。好感謝主，因為主差派主嘅僕人馮仲基牧師喺我哋當中分享嘅主題，奉主命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請馮牧師。感謝主再次我有機會嚟到與大家見去敬拜我哋嘅上帝，更加感恩嘅就係能夠喺大家當中與大家一齊去思想、去學習上帝嘅話語。今日好想與大家我哋去思想同埋學習一個主題，就係奉主命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就正如剛才我哋所讀嘅一段嘅經文入邊，有一位嘅印度小學校長就問一個女基督徒嘅學生，問佢話：點解你唔唱印度教嘅詩歌呢？而呢你好興奮嘅嚟到唱大哉聖哉耶穌嘅名。一個嘅女孩一時間唔知道點樣回答一位嘅校長，但後嚟佢就對一位校長話：除咗向耶穌唱讚美詩之外，我係唔願意咧向任何人咧嚟到去唱讚美嘅詩。係嘅，弟兄姊妹，基督耶穌佢係配得我哋一切嘅讚美、稱頌同埋咧頌揚，因為基督耶穌佢係完美嘅人子，係上帝道成肉身嘅上帝，佢要使榮耀歸俾上帝。基督耶穌佢亦都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基督耶穌佢亦都係咩啊？普世嘅救主，為世人帶嚟真正嘅平安。讓我哋一齊去思想、去學習上主嘅話語。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按照路加嘅記載，聖經話俾你聽，喺37到38節話，眾門徒因所見過嘅一切異象，都歡樂起嚟，大聲讚美神，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喺度我哋見到路加佢強調咩啊？耶穌基督佢係咩啊？奉主名來的王。按照我哋人一般嘅思想，如果作為彌賽亞嘅君王，耶穌要進入一個耶路撒冷城嘅時候，佢應當係要騎着咩啊？佢應當係要騎着呢一個嘅雙輪嘅馬車，係咪啊？或者佢要騎着咩啊？一隻嘅白馬嚟到咩？進入一個耶城。但係點解耶穌基督佢要騎着一個驢子進入呢？弟兄姊妹，第一，我哋睇到喺而家嘅世代裏頭，我哋常常認為一個嘅驢子係一種嘅咩啊？一隻嘅個性頑固嘅牲畜，幾乎唔適用於皇室遊行啊，唔適合噶。事實卻唔係咁樣啊，弟兄姊妹。喺古代嘅聖經世界裏頭，驢一個希伯來文叫做哈莫一個字，係有咩啊？高貴嘅含義嚟㗎，唔係一定係馬先係高貴。喺呢一個嘅古代嘅聖經裏頭，一個驢亦都咩啊？係代表高貴嘅含義。另外，我哋睇見到第二，喺古老嘅預言，我哋見到係要得着一個應驗。喺馬太同埋約翰嘅解釋裏頭，耶穌係必須騎着一個驢子先能夠咩啊？應驗聖經嘅話語。喺幾個撒迦利亞，佢曾經預言咩呢？彌賽亞要進入咩啊？耶路撒冷。喺撒迦利亞書第9章9到10節，錫安嘅民啊，應當大大嚟到去喜樂；耶路撒冷嘅民啊，應當歡呼。看啊，你嘅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着驢，就是騎着驢嘅駒子。喺古代嘅以色列嘅當中，驢係和平同埋咧謙順嘅一個嘅象徵。亞伯拉罕同埋雅各都係咩？騎着驢㗎。當我哋睇翻創世記嘅時候，而歷代以嚟嘅以色列王或者喺士師嘅時代，佢哋呢一啲嘅士師都係騎着咩啊？白驢。喺士師記第5章10節有記載。所以耶穌佢騎着驢進入耶路撒冷，一方面係要咩啊？應驗聖經上帝嘅話語，
亦都表明一樣嘢係咩啊？耶穌佢凡事都係咩啊？遵行神嘅旨意，連佢上耶路撒冷騎着驢，亦都係咩啊？遵行上帝嘅旨意嚟㗎。今日我哋係屬主嘅人，我哋係主嘅一個子民，我哋係佢嘅兒女，我哋亦都當咩啊？凡事遵行上帝嘅旨意。另一方面，我哋睇到耶穌騎着驢進入耶路撒冷，係要表明乜嘢呢？耶穌基督佢係咩啊？君王，係和平嘅君王。佢上耶路撒冷係要成就和平，就要點啊？成就赦罪同埋呢一個嘅救恩。第三方面，耶穌佢騎着驢入耶路撒冷，表明佢係咩啊？係一位溫柔嘅君王。佢係用愛心嚟到咩啊？係統管人民，唔係要用武力，佢要用愛嚟到咩啊？感化人，唔係用呢一個嘅強迫一個方法讓人跟隨佢。所以各位親愛嘅弟兄，我哋要向我哋嘅救主、我哋嘅王、我哋嘅上帝發出呢一個讚美以及咧稱頌。因為咧呢一個嘅讚美稱頌嘅意義係咩呢？就係將上帝應有嘅榮耀嚟到咩啊？歸俾上帝，係我哋對上帝尊大嘅一個威嚴、全能嘅力量、美善嘅信實同埋咧美妙嘅作為嚟到咩？作出一個回應。弟兄姊妹，我想問一問，當我哋提到一個棕樹節嘅時候，就係我哋啱啱過去喺3月第5週，我哋紀念耶穌進入耶路騎着驢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你會聯想到乜嘢嘅圖畫呢？弟兄姊妹，當我哋講到耶穌嚟到騎着一個驢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我哋會聯想到咩圖畫？係咪一幅嘅圖畫啊？弟兄姊妹，係咪啊？係咪係群眾喺路嘅兩邊攞住棕樹枝嚟到搖嚟搖去，高呼耶穌話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係咪啊？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我哋都會聯想到一幅嘅圖畫。咁我想再問大家啦，和散那係咩意思呢？我哋每年嚟到慶祝復活節嘅時候，主復活嘅時候，我哋都會唱和散那。咁究竟和散那係咩意思呢？弟兄姊妹，和散那常被認為一種讚美嘅宣告，類似好似我哋講到哈利路亞一樣，但係佢實際上係咩啊？係對救主救贖嘅一種嘅懇求嚟㗎。希伯來語佢係咩啊？係一個嘅結合起嚟形成嘅一個字，從一個 Yeshua 一個嘅釋放拯救同埋 Anna 一個字乞求結合起嚟形成翻譯為咩啊？和散那呢一個嘅詞。實際上和散那嘅意思係咩呢？我求你嚟到拯救一個意思，請救救我嘅意思，請救救我，或者咧我求你嚟到拯救。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但係如果今日你留心嚟到去讀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喺路加福音19章28到40節嘅時候，大家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喺路加嘅記述裏頭冇呢兩樣嘢喎，完全冇啊！冇提到棕樹枝或者樹枝啊，啲人喺當中歡呼耶穌喎，亦都冇提到喺一個眾人嚟到高喊高呼耶穌係咩啊？和散那嘅係咪啊？當我哋讀呢一個路加福音嘅時候，兩樣都冇，咁點得啊？咁如果咁樣過去嘅3月第5週，仲係咪棕樹節呢？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喺馬太、馬可、約翰嘅記載裏頭，都有提到群眾高呼和散那，而馬可同埋馬太就提到群眾就點啊？係將呢一個嘅樹枝砍下嚟鋪喺地上，卻係冇講呢一個係咩樹，只有約翰福音係指明呢一個係咩啊？係棕樹枝，喺約翰福音12章13節。而喺路加嘅記載裏頭，乜嘢都冇，冇棕樹枝，亦都冇喺群眾高呼和散那。既然冇群眾高呼和散那，亦都冇棕樹枝，咁路加係點樣描述基督耶穌進入耶路撒冷，被人嚟到咩啊？稱頌同埋讚美呢？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路加福音19章28到40節，讓我哋睇到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嘅畫面，
就係咩呢？就係受造之物，無論係人、係動物，甚至係死物，都會有令人意想不到嘅表現，去讚美、去稱頌耶穌基督，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就從呢啲嘅受造之物，我哋一齊去思想。今日我哋對上帝嘅讚美，我哋對上帝呢一個稱頌又係點樣呢？弟兄姊妹，首先我哋睇到喺一段嘅經文當中記載咗被揀選嘅驢駒，喺28到35節。弟兄姊妹，喺呢一個嘅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城嘅時候，我哋不得不提到耶穌所騎嘅一匹嘅驢駒。一匹嘅驢駒雖然不能開口讚美稱頌耶穌，佢不能嚟到話開口嚟到講説話，好似啦巴蘭所騎隻驢冇啊！但係我哋見到一隻驢被耶穌騎着嘅，卻係咩？用佢嘅生命去榮耀嚟到咩？歸俾耶穌基督。喺29到31節聖經話咩啊？將近伯法其同埋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那裏，就打發兩個門徒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進去嘅時候，必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過嘅，可以解開牽來。若有人問為什麼解他，你們就說主要容他。嗱，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覺得好奇怪喎？好奇怪嘅係咩呢？就係咧，主吩咐門徒去牽一個被拴住嘅一個驢子，一匹嘅驢駒按理嚟講係屬於別人嘅，啱唔啱啊？係嘛？係屬於別人，所以耶穌就話啦：如果有人問你哋點解要解佢，你哋就咁樣回答：主要容他。嗰個人就必會讓門徒將驢嚟到咩？係解開牽去。嗱，各位，我哋有冇覺得好奇怪啊？我哋要問一個問題：邊一個先係一匹驢駒真正嘅主人啊？邊個啊？邊一個先係一匹驢駒真正嘅主人啊？係耶穌基督啊！弟兄姊妹，就係咩？耶穌基督。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冇確實知道一樣嘢？我哋嘅人生真正嘅主人係邊個嘛？我哋有冇確實知道我哋人生嘅主人係邊個嘛？冇錯，弟兄姊妹，我哋地上我哋人都有自己嘅老闆，但係聖經嘅教導讓我哋知道，我哋嘅主，我哋嘅上帝耶穌基督先係我哋真正嘅老闆同埋咩啊？主人。所以基督徒嘅人生應該係咩啊？要為主而活啊！我哋要咩啊？為着上帝而咩啊？榮耀上帝而活啊！我哋要點啊？要過着一個嘅讚美稱頌上帝嘅人生啊！因為咩啊？佢就係我哋嘅主，佢就係我哋人生嘅主，佢就係咩？我哋人生一個嘅主人。正如使徒保羅點樣呢？嚟到咩啊？勸勉我哋呢？喺哥羅西書3章23到24節話：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裏嚟做，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着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求主提醒我哋各位親愛的弟兄，今日邊一個先係我哋真正嘅主人？唔係我哋自己，唔係地上嘅老闆，乃係咩啊？我哋嘅主，我哋嘅上帝。第二點，喺一段嘅經文當中，我哋睇到一匹被揀選嘅驢駒，佢係有咩特點呢？原來聖經話俾你聽，一匹嘅驢駒佢係咩啊？為主而分別為聖啊！聖經話俾我哋聽一樣嘢好特別嘅，一匹嘅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過嘅。聖經好清楚話俾你聽，一匹嘅驢駒從細到而家係咩啊？未有人騎過佢噶。換句話嚟講，一匹嘅驢駒係被分別出嚟，為要俾主用啊！只係一個時刻嚟到咩？讓主騎着進入耶路撒冷，得着榮耀啊！
為要咩？嚟到去讓主得着一個榮耀。各位親愛弟兄姊妹，我哋仲記得但以理同埋佢3個朋友嘛？各位親愛弟兄姊妹，喺但以理書第1章第5到第8節，聖經話王派定將自己所用嘅膳同埋所飲嘅酒，每日就賜俾佢哋1份，養佢哋3年，滿了3年，好叫佢哋喺王面前侍立。佢哋中間有猶大族嘅人但以理、哈拿尼亞、米沙利、亞撒利亞，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嘅膳和王所飲嘅酒玷污自己，所以就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點解但以理佢呢係要立志不以王嘅膳和王所飲嘅酒嚟到咩玷污自己呢？點解呢？各位弟兄姊妹，好多嘅解經家話俾你聽，因為呢個食物要喺佢哋咧嚟到去咧用之前係要咩去拜祭過，所以咧佢哋知道呢樣嘢，佢哋就立志唔用王賜俾佢哋嘅膳同埋咧王所賜嘅酒，佢哋唔用。但係有一個更大嘅理由係咩？弟兄姊妹，就係但以理同埋佢3個朋友，佢哋要立志喺最少嘅事上，就係咩啊？食啲乜嘢，飲啲乜嘢，唔食啲乜嘢，唔飲啲乜嘢，過咗一個咩啊？分別為聖，要得着上帝喜悅嘅生活，一個與眾不同嘅生活嚟到咩啊？榮耀上帝。呢一個先係咩啊？更加重要、更加緊要嘅弟兄姊妹。所以哥林多前書10章31節，使徒保羅就提醒我哋，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係做什麼，都要咩啊？為榮耀神而你咩而行。各位親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冇嚟到願意過咗一個分別為聖嚟到咩啊？榮耀頌讚上帝嘅生活嘛？我哋有冇喺我哋嘅生活當中講每一句嘅說話，做每一樣嘢，甚至係食，甚至係飲，唔食唔飲，都點啊？係為着榮耀上帝嚟咩而活嘛？求主嚟到提醒幫助我哋各位親愛弟兄姊妹，從路加嘅記載記述裏頭，有關一匹嘅驢駒，去點樣嚟到分別讓主使用。讓我哋睇到一樣嘢，耶穌基督就係我哋生命嘅主啊！耶穌基督就係我哋生命嘅主，而一匹嘅驢駒雖然佢不能開口去榮耀、去稱頌、去讚美耶穌，但係佢係願意用佢自己嘅生命嚟到榮耀、頌讚主基督，為主基督嚟到活，為主基督而分別出嚟。今日但願你同埋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亦都咩啊？願意為主而活，為主而嚟到咩啊？分別為聖。求主提醒幫助我哋，因為我哋嘅主，佢就係我哋生命嘅主啊！喺基督耶穌佢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有第二樣令到人意想不到嘅讚美係咩？係嚟自一大群嘅門徒嚟到咩啊？高叫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弟兄姊妹，從路加嘅記載當中，有關呢一匹嘅驢駒被主分別使用出嚟，我哋見到有另外一班嘅嚟到咩讚美上帝，就係咩啊？就係呢一班嘅門徒。喺其他嘅福音書嘅當中，我哋見到一樣嘢係咩啊？淨係話有一大群人擁着耶穌，然後咩高喊和散那，而冇講係咩門徒啊。我哋見到馬太福音21章8到9節點樣講啦？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前行後隨嘅眾人就喊着說：和散那歸於大衛嘅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高高在上，和散那。馬可福音嘅記載類似，喺11章8到9節，聖經話咩啊？有許多人啊，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嘅樹枝砍下來，就鋪在路上。前行隨後嘅人都喊着說：和散那，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去到約翰福音12章12到13節嘅記載又係點樣？聖經話第二天有許多人上嚟過節啊。過節嘅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樹枝去迎接他，喊着說：和散那，奉主名來嘅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但係只有路加福音獨家嘅提供呢一個嘅敘述，高聲呼喊唔係一般嘅群眾，大家見到嘛？而係咩啊？係門徒。唯獨路加記載係咩啊？係門徒。路加福音19章37、38節話：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嘅時候，眾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樂起嚟，大聲讚美神，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嗱，弟兄姊妹，其實呢一段話改寫自邊度呢？改寫自詩篇118篇26節，係任何一個以色列人都好熟悉嘅一段嘅經文嚟㗎。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嘅殿中為你們祝福。詩篇118篇係指着咩呢？係指朝聖者千辛萬苦嚟到耶和華嘅殿，咁樣嘅精神係值得大大嘅肯定同埋鼓勵。但係路加卻清楚嘅嚟到咩啊？嚟到咁樣寫：奉主名來的王是咩啊？係應當稱頌的。嗱，大家我哋試諗下，如果門徒喺度高聲呼喊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如果佢哋淨係咁樣嚟到去講，嚟到高呼耶穌嘅時候，四周圍嘅人大概就將耶穌睇為咩啊？一位從遠道而嚟嘅朝聖者，幫我哋一樣啊嘛，係咪啊？佢哋都係上嚟去朝聖，一路上呢一個耶路撒冷，一度讀呢一個經文一樣啊，冇咩分別啊，係咪啊？法利賽人亦都唔會咧嚟到咩啊？有咁激烈嘅反應啦。但係弊在邊度呢？門徒呼喊係咩啦？奉主名來的王是咩啊？係應當稱頌嘅。門徒係清楚向周圍嘅人、向世人嚟到咩告白一樣嘢。而家係點啊？騎喺一個驢子上嘅一位係奉主名來的王，係猶太人嘅王，佢就係咩啊？彌賽亞嚟㗎，佢已經嚟到㗎啦。然之後門徒就加上一句添，門徒加上咩呢？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呢一個意思係咩呢？係指主耶穌佢嚟係要使人與上帝和好啊，一個關係。藉着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受死，嚟到咩？完成咗上帝救贖嘅計劃。藉着咁樣至高之處嘅上帝嚟到咩？得到一個最高嘅一個嘅榮耀。呢一句話，甚至我哋喺以往嘅經文當中係從來係冇咧出現過嘅，只有一處出現過，係幾時呢？當我哋講到呢一個嘅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大家仲記得呢一節嘅經文類似出現喺邊度啊？喺邊度啊？主耶穌呢一個嘅出世降生嘅時候，有天使同埋天軍喺伯利恆嘅一個曠野讚美上帝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嘅的人，係咪啊？呢一句嘅説話係咩啊？係好相似嘅。嗱，弟兄姊妹，門徒佢身為普通嘅血肉之軀，喺個時刻好似化身成為咩啊？天使同埋天軍一樣，喺度咩？唱出相同嘅一個個歌聲，係要講出相同嘅話。耶穌降生嘅時候，天兵同埋天使扮演呢一個角色，去歌頌稱頌上帝。而家當耶穌基督準備要上十字架嘅時候，
扮演呢個角色卻係邊個啊？係門徒啊！門徒要話俾世人知道，耶穌唔單止係彌賽亞，耶穌更加係咩啊？一位嘅救世主。佢嚟係要咩？係讓人與上帝嘅關係得到咩？復和。各位親愛弟兄姊妹，路加福音佢借着門徒一個口嚟到咩？稱頌基督耶穌，係因為基督耶穌唔單止係我哋生命嘅主，佢亦都係我哋人類嘅救世主，係人類嘅救主。救主耶穌基督，佢係咩？係配得一切嘅榮耀同埋讚美。而今日我哋嘅口有冇常常去稱頌讚美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呢？我哋嘅口有冇常常去稱頌佢呢？我哋讚美上帝啲乜嘢啊？另外，門徒喺個時刻，佢哋好歡喜嘅嚟到咩？稱頌耶穌。但係冇幾耐，我哋見到一個境況係咩啊？因為耶穌被捉，耶穌受審，耶穌要受難，而佢哋分散，讚美嘅聲音就咩停止㗎啦，稱頌嘅聲音亦都咩消失啦。嗱，弟兄姊妹，但願我哋對上帝嘅讚美嘅稱頌，不因任何嘅環境或者理由而點啊停止，因為讚美稱頌上帝係我哋嘅本分嚟㗎。我哋要將上帝應有嘅榮耀嚟到咩歸俾上帝。我哋要對上帝嘅尊大威嚴、全能嘅力量、美善嘅信實，同埋呢一個奇妙嘅作為，要咩作出回應啊！呢一個係咩？我哋嘅本分。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喺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除咗一匹嘅驢駒，佢願意用佢嘅生命去稱頌主之外，仲有門徒化為昔日嘅天使嚟到去稱頌上帝。最後聖經仲話俾你聽，連石頭都要咩讚美上帝。喺門徒佢呢一個嘅高聲嚟到咩啊？嚟到去歡呼耶穌嘅時候，聖經話有幾個法利賽人睇唔過眼，就咩啊？要耶穌責備佢嘅門徒，冇叫佢哋再出聲啦，要佢哋咩？係閉口不言。但係耶穌係點樣答佢呢？耶穌點樣答佢哋呢？耶穌話：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死物啊，都必要點啊？係歡呼起來。弟兄姊妹，點解法利賽人要耶穌嘅門徒安靜呢？點解呢？佢哋係要投訴門徒一種嘅噪音騷擾住佢哋嗎？係咪咁樣呢？或者係佢哋係因為根本就唔滿意耶穌一班嘅門徒，要咧嚟到咩啊？俾佢哋好多嘅呢啲嘅流難，可能係嘅。只不過噪音騷擾同埋咧好多嘅流難嘅背後，總係咩啊？有更深層嘅原因。法利賽人係乜嘢嘅人呢？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法利賽人係一班嘅重視律法規條，認為守律法大過天嘅宗教領袖，做乜嘢都要守一個宗教嘅規條，做乜嘢你好點啊？要守住一個嘅規條。對佢嚟講，冇任何嘅事情比嚴格遵守律法更重要。不管律法一個條文有幾咁嘅瑣碎，幾咁嘅唔合理，但係佢哋都唔敢點啊？係超越原則嘅。佢哋見到耶穌嘅門徒竟然點啊？喺耶穌嚟到耶路撒冷嘅時候，高呼説話咩啊？天上有和平，有一個嘅榮光，就咩？佢哋十分不安噶啦。佢哋咧就咩？係十分不安，好可能，因為咧佢哋咩？恐怕呢啲會刺激到一個嘅上頭係咩掌權嘅呢一個嘅羅馬政府啊！因為咧門徒喺度呼叫呢啲根本上咧都係當時呢一個嘅敏感嘅呢一個嘅詞語啊，例如咩和平，例如咧榮光，差唔多係形容咩一個嘅羅馬帝國嘅專用呢一個嘅字眼嚟㗎。只有呢一個嘅羅馬帝國先係代表咩和平，
只有呢一個嘅凱撒先係配得有榮光 ，Pax Romana。即係講到咩啊？一個羅馬係和平嘅，羅馬就點啊？係帶嚟呢一個嘅和平。只有凱撒當時係咩啊？係配得有榮光。法利賽人佢覺得耶穌你個門徒想死啊？點解咁樣講呢？耶穌叫你嘅門徒快啲收口啊！如果繼續咁樣講嘅話，會連累所有我哋猶太人噶，亦都咩連累我哋呢一班法利賽人噶。但係點知耶穌竟然話：如果要佢哋嚟到閉口不言，連石頭亦都咩要呼叫起嚟啊！各位親愛弟兄姊妹，聖經話俾你聽，一個石頭亦都呼叫，一個呼叫喺一個嘅原文當中係咩意思呢？一個原文當中唔係指到一般嘅高聲叫喊、大聲咁樣叫，更加唔係指到咧高聲嚟到咩唱詩讚美，而係一種咩對抗嘅呼叫。即係話咩咧？你咁大聲喊叫，我要咩比你更加大聲一啲。嗱，大家你有冇聽過人哋鬧交啊？或者你有冇鬧交啊？對方大聲嘅時候，你會點啊？好啊，慢慢講啦，係嘛？會唔會咁啊？你大聲過㗎？你講乜嘢？我講乜嘢你聽唔到啊？我講乜嘢你唔聽到啊？嗱，呢種嘅對抗啊！嗱，你鬧交喺一種嘅當中，你就會見到一個嗱，呢一個呼叫個字喺原文當中就係咁樣，即係話咩？你咁大聲呼叫，我要比你咧更加大聲一啲，係帶著一種咩抗議嘅味道。另外亦都咩係呼求上帝嚟到介入。嚟到咩呼叫上帝嚟到去出手呢一個嘅意味嚟㗎？路加福音佢想表達咩咧？弟兄姊妹，想表達出耶穌嘅意思大概係你要叫門徒嚟到咩啊？滅聲，閉口不言，連石頭啊都會咩啊？大聲抗議啊！當一個嘅羅馬帝國，佢哋點啊？宣稱自己帶嚟和平 ，Pax Romana， 榮光歸於凱撒嘅時候，門徒卻係高呼大聲有和平，至高之處有榮光，即係話咩啊？只有上主先係可以帶嚟和平，只有咩啊？至高者上帝先擁有呢一個嘅榮光，呢一個其實係等於咩啊？對抗羅馬帝國自高自大嘅呢一種嘅虛妄。係要拆穿羅馬帝國嘅一種嘅謊言，要門徒閉口不言，要相信真理嘅人喺謊言嘅面前唔宣講真理，呢一個真係咩啊？天方夜譚，連石頭啊不懂發聲嘅呢一個嘅死物啊，都會咩啊？大聲抗議一個嘅荒謬嘅呢一個嘅現象啊！弟兄姊妹，各位親愛弟兄姊妹。從路加嘅一個記載，有關基督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我哋發現冇棕樹枝，我哋亦都發現冇會眾，冇一個群眾喺度呼喊高呼和撒那。但係我哋卻發現一樣嘢係咩咧？一個嘅驢駒亦都可以稱頌神咯，門徒亦都可以化身嚟到咩？成為天使昔日嘅天使。去點啊？頌讚耶穌，連石頭啊，亦都咩會抗議為主發出更大嘅讚美，因為耶穌基督佢係道成肉身嘅上帝，係完美嘅人子。耶穌基督佢就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因為耶穌基督佢就係普世嘅救主，佢為世人帶嚟平安，佢係咩啊？配得我哋一切嘅讚美、頌讚以及頌揚。就好似經常所講，奉主名來的王是咩？應當稱頌的。弟兄姊妹，但願我哋嘅嘴唇、我哋嘅口、我哋嘅生命，時刻係要咩？稱頌我哋嘅主、我哋嘅上帝。我哋要記得一樣嘢，如果我哋唔好好嚟到讚美神，
我哋唔肯開口去讚美神，聖經話連石頭都要點啊？係高呼起嚟。有一首嘅詩歌係天韻合唱團佢哋咧所出，我好中意、好感人嘅詩歌。有一首嘅詩歌個歌名叫做《如果我能唱》。如果我能唱，一個作者係邊個呢？就黃美廉呢一位我哋見到姊妹係一個不能唱嘅腦性麻痹病患者，佢係幾咁嘅希望能夠點樣向上帝唱出內心嘅感恩嘅聲音。呢一首詩歌係由黃麗玲嚟到譜曲嘅。黃美廉一位嘅姊妹喺1964年出生，佢出生喺台灣嘅台南市，因為接生嘅醫生嘅疏忽，而腦神經麻痹，肢體係無法係跟住自己嘅心嚟到喐動。父母就帶佢四處去揾醫生嚟到去幫佢但係結果係醫唔到嘅。喺佢5歲嘅時候，醫生就宣布佢終身殘障。佢嘅爸爸感恩係咩啊？係一位嘅牧師，佢深信上帝係慈愛嘅，係全能嘅，出於神，一切都係咩啊？美好嘅。美廉就係咩啊？天父所賜，亦都係咩啊？係美好嘅，係幫助佢站起嚟，教導佢獨立係父母呢一個嘅信念。黃美廉佢因為呢一個嘅肌肉失控，啱啱入學嘅時候，佢不能嚟到揸筆寫字，全部係靠佢媽媽扶住佢嘅手幫佢。但係1年之後，佢克服呢一個嘅困難。喺佢2年班嘅時候，老師就發現佢有美術嘅天分，呢一個就改變咗佢一生。佢嘅心智好正常，佢係活力充沛，但係佢係冇辦法控制佢面部嘅表情，而且係不能嚟講説話。陌生人一見佢嘅時候，常常以為佢有呢一個嘅精神病，或者以為佢係白痴。佢曾經問過上帝：點解你唔醫我啊？上帝未曾嚟到回答佢，但係喺後日嘅時候，佢喺一間嘅店鋪，佢就喺一個牆上就睇到一幅嘅字，一幅嘅字寫着咩呢？別強求生活順利平易，應當祈求成為一個堅強嘅人。於是佢就走出佢呢一個心靈嘅陰霾，佢係不再睇自己係呢一個嘅殘缺嘅人，因為真正殘缺嘅人，佢話係心理上嘅殘缺，同埋冇自信，同埋冇信仰。喺1978年嘅時候，黃美廉佢就跟隨佢嘅爸媽就移民去到美國。佢嘅爸爸就訓練佢單獨去搭公車去到各處嘅地方，坐巴士或者係坐的士咁訓練佢。3年後，佢克服咗言語文化上嘅障礙，佢就入咗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嚟到攻讀心理同埋美術。佢先後攞咗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而且成為一位出色嘅畫家。佢用佢一個嘅繪畫嚟到闡述人生嘅精髓。佢嘅作品當中，喺浪漫主義嘅空間，就係揮灑出佢堅強嘅氣質，對人生嘅認知，亦都間接講出咗佢嘅信仰同埋對人類呢一種嘅希望。黃美廉佢講話好艱難，需要人幫佢嚟到翻譯嘅，肌肉運動不能嚟到協調，生活當中有好多嘅一個嘅艱難，但係殘障不能係擊倒佢。佢話讓生活有趣有意義係自己嘅責任嚟㗎，怨天尤人係浪費精力同埋時間。喺1993年嘅時候，佢就放棄咗喺美國對殘障人優厚嘅福利，佢一個人離開美國返去台灣，
就過獨立嘅教學生涯。佢喺4間大學嚟到咩啊？教書。佢咧自有自己嘅房屋同埋咩啊？辦公室。佢經營呢一個嘅藝術品，為咧唔同嘅殘障組織咧籌款，就教小朋友啦畫畫，就舉辦咧畫展等等。喺上帝嘅帶領底下，黃美蓮係一個嘅殘而不廢嘅成功嘅人。各位親愛弟兄姊妹，一首詩歌係佢寫出嚟嘅，係寫佢呢一個內心。佢點樣講？佢話：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呢一個就將係對上帝你嘅感恩同埋讚美。苦難中你俾我安慰，彷徨嘅時候你俾我智慧。雖然我不能開口唱一首歌，我卻要對你獻上真誠嘅敬拜。每時每刻你嘅手牽引我，你慈愛使我開懷。天上呢一個嘅雲雀啊，會唱嘅人啊，你哋可唔可以嚟到代替我呢？歌頌上帝無比嘅呢一個美麗呢？我願用耳嚟到咩傾聽，我願用心嚟到共鳴。呢一個係發自內心深處最美嘅一個聲音。我真係愛你。各位親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完整嘅口，神俾我哋有喐動呢一個嘅生活咁健全。點解我哋嘅口唔常常稱頌神呢？點解我哋嘅生命冇去稱頌佢，去讚美佢呢？好好為佢而活，好好分別出嚟呢？求主提醒我哋，求主幫助我哋。奉主的名來的禍是應當稱頌。願你嘅口，願你嘅生命去點啊？稱頌神。如果你唔稱頌神，主話連石頭都要點啊？起嚟抗議。求主賜福俾教會，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上帝，我哋獻上滿心嘅感恩。主啊，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你係宇宙萬物嘅真神。你亦都賜下救主耶穌嚟到世間上拯救我哋。但願我哋嘅生命每時每刻都要頌讚你、稱頌你，過咗一個討主你喜悅嘅生活，分別為聖歸於你。但願我哋嘅口時刻頌讚你，主啊！如果我哋唔好好嚟到去頌讚你，主話連石頭都要嚟到去高呼，都要抗議。求主提醒我哋，今日你俾我哋健全，你俾我哋能夠有口嚟到去歌頌你。但願我哋唔單止用口讚頌你，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